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喜乐业。今天我哋努比讲台湾啊，系一个高龄化社会。接下来2025年呢，台湾系进入一个超高龄化社会哦。用办系超高龄化的社会呢，意思就是讲有5个人入边就1个人系老人家哦。针对一个状况啊，就有人发现到讲，其实老人家的旅游越来越重要，开始在推动老人家的旅游。一个旅游行程入边有乜嘅旅游，有乜嘅特別嘅地方呢？我哋特別邀請到專門從事一個工作嘅財體好朋友邱克強邱大哥來到現場，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哦。馬上來歡迎佢吧。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邱克強我本身屏東內埔嘅人哦。歡迎邱大哥。上擺又邀請到邱大哥來到現場，同大家來紹介講，身體唔方便的朋友可以來從事一個冒充的旅遊的部分嘛。但今晡日呢，我哋共用來談，我出去聊聊，唔過主角啊，本身我哋老人家嘅哦。頭頭有講到啊，我哋台灣嘅社會吼，更加係一個高齡化社會嘛。我第一講，邱大哥做一個旅遊嘅工作已經很久嘅時間咧。你對工作開始都更加來看啊，你有發現到一個變化冇？你講以前後生嘅嗰度更加老人家嗰度有一個變化嗎？有啊，變化又超明顯。應該嚟講，我做介紹一下，我做咗30年咧。我講一開始從事一行業嘅時節啦，帶出去路，大部分都後生，學生誒，也算一度工廠啦、公司啦，一度地方。同樣，唔過呢，嗰時節嘅團體個明顯路有家屬，帶，比如講員工帶爸爸媽媽。一般性爸爸媽媽可能老人家嘅，其實都有嘅。是講主體性無味道也到老人家。我想講也到行程咧，其實最早以前就存在樣嘅問題。是講主體性完全以也到老人家為主為行程嘅設計。唔過更加好，我哋講老人家嘅族群越來越多嘅，嗰種能發現到一個情形之後，漸漸嘅針對一個老人家，設計一個行程係咪？錯，老人家更加是咁嘅，而家呢應該講辛苦嘅研究嘅時間，可能退休嘅，而家退休嘅時間，嗰種講人哋講我終於有時間啦，出來行了嘅，個台灣也個好，也講，我睇台灣研究嘅，其實嗰度地方唔前去過。佢熟悉嘅地方可能係公司工作嘅地方，同都錯。你變嚟講，嗰度其實嗰度係你有，嗰種講趁嗰啲時間啊，我哋好好出去行了，看看啊。有個時節頭人講老人家都講故事嘅，有時講頭擺，我講頭擺嘅，我頭擺睇下做嗰邊，我頭擺。朋友聽得夠嘅，嗰度嘅事情，原來都有地方其實嗰度故事都可以發現。佢想講針對人嘅同時我哋咧行程嘅設計地位都有安尼動機睇下地位。其實出去行了對老人家來講唔單止享受一下看無窮嘅風景，也順勢可以刺激佢哋嘅頭腦地位嘅印象有冇？唔錯，係順勢防止老人痴呆嘅意思呢？係啊，唔講有時間我哋帶人去個農村看到人割禾嘅時節啦。你面當嘅晚些時間，晚些時間我哋喺啲鄉下，我哋咩割禾割歌我同人講，我哋割唔錯，係咪？拿到啲鐮刀拿出來我們身手矯健，割奇妙啊！是不你甚至講有同樣嘅聲音咧，甚至講他的孫女孫子，佢講頭把阿公啊，我哋都喺鄉下，唔過冇人畫面，冇人動機，你同人講嗰時有聲音咧，冇法度體會。係啊，冇相信啊！唔會相信啊！阿公米飯都偏矮。有安嘅時可能要通過有安嘅東西帶到人嘅時，其實佢快樂。安尼邱大哥，我哋上擺有講到冒充嘅旅遊嘛，更加講老人家嘅旅遊，兩者之間佢有乜嘅相同，又係無共同地方呢？佢簡單我哋都講方便同唔方便。對一個老人家嚟講，我哋更加嚟講都講方便嘅人，為主。嗰種係唔方便啊！都變嚟講，我哋上擺講嘅無障礙用嘅，都唔方便嘅。咁更加嚟講以方便咧為主嘅主題，來看我哋都嗰度好。更加講嗰種講更加出去啊，嗰度台灣，咱講國內都好嘅啦。我哋國內地方可能有山，有海，有森林，有溫泉，係咪？至於講一度平常時講健康嘅步道，佢唔是講
太多选择诶。蔡我来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春夏秋冬，很多嘢都弄一噶，每年你都可以选择时机、季节，当下，三咩阶段。安尼人哋规划嘅行程内容嘅时间，会特别注意乜嘅有乜嘅特别嘅内容啦，又係講要注意嘅要點，然後我睇行程嘅规划重要啲嘅。保養嘅時間啊，你講當然講一定會存在一定嘅基本嘅資料啊，來判保險嘛，一般啦。可能是一定年紀都寫嘅係咪？我哋會注記，注記特別講，冇講本身有乜嘅有需要特殊嘅需要冇？實體方面有乜嘅要求冇？有時候人看到真係講年紀有大嘅，你講以我經驗嘛，帶過100歲嘅，有啲係最老嘅嘛，更加帶過最老嘅，年紀最行動自如這個行路看一啲什麼玻璃缸呢？講你做乜看玻璃缸呢？講它的那個什麼茶杯啊，筆嘢啊，筆嘢保溫杯嗰種嘅啦。你純粹玻璃肉個太乾，我哋頭擺看啲玻璃缸呢有冇？嗰種我哋飲嘅鹹菜啊，因為講呢，伊講嘅水啊，伊看呢度，伊熱實在裡面多嘅量啊一啲，也係健康嘅講來源。哇，哪啲安全嘅健康可以原來是我看到呢，這個行路。我看到有人佢河啊，一種河有量嘅河，睇啲看到有人健康，佢有福氣。天嘢咁樣，伊講陸康人啊，變嚟講，這也是另外一種嘅親子關係。那個親子關係啊，我哋也係批嘅帶爸爸媽媽，我們也是子。我哋都看到有另外一層嘅親子關係。都可以印證講，這個陸卡愛年嘅向互通啦，家庭嘅關係用嘅，都最也可以看得出來，所以反射這個在上個個下一次可能可以用嘅去處理，也可以去用嚟去照顧。最重要我也幫觀眾朋友提醒一下，有時間後食東西啊，冇像我哋一般人，我可能。一般的團體食一餐飯可能30分鐘、40分鐘都計嘅。一人食飯啊，你不用時間背嘅。嗰陣同埋講，我背人嘈交嘅另外講食飯嘅時間啊，唔係嘈交。你嘈交見人會天天嚟食，講法聊天講法。見人嘅關係嘅方式係。是的，冇講我哋再10分鐘，我哋再5分鐘食飽，我哋準備上桌，俾你聊一下，坐一下。嗰陣同人講嘈交。你更加老人家嘅理由啊，像頭到其他講嘅所謂內容係安尼嘛吼，你能有規劃樣板嘅主題呢？有喎，比如講吼，我哋有規劃講像更加最簡單嘅啦，更加一定。講求嗰養生，養生唔係講我哋去到那個乜嘢養生都注意，剛剛講我哋行一段嘅健康步道，可能森林浴，一小段。另一方面，我哋可以喺底部呢，可能搞一點打坐，深呼吸，甚至有啲弄一個本身嘅規劃。有時會帶動我哋幹嘛？做拍手操嘅。拍手操啊，因為這個帶啊，嗰樣講我哋提供一啲地方，有啲環境，然後去去做。聽嘢吼。要講有啲老人家90多歲嘅，一出去嗰邊吼，唱愛唱歌嘅，唱嘅乜嘅雨月花啦，天鵝鵝啦，叫做個老嘅歌嘅，老嘅歌嘅，你朗朗上口，甚至會帶到你會見唱見樸素，有安尼環境帶到嘅，你哋同埋講養生嘅定義裡邊吼。當然，另外一方面都食的方面，養生講人家喺主題裡邊，因為交流，佢講我一般呢出去嘅時候以食為主，還說以住為準，喺度樣樣，喺啲地方可能是民宿，某一天飯店，有地方可能民宿多我哋包通，包括咧人講嘅安布頭嘅即間嘢，泡茶啦、講法，最重要嘅安布頭嘅時間啦，他肯定可以空下。同陸康人也好，同朋友也好，而家享受一段時間。就一群人，共下嚟嘅感受啊！係，嗰時講我哋來時講，有時講我哋唔係牽難，我哋最重要講我哋要共下嘅時間。冇人。難得陸康人也係講朋友可以調成調共下。係，我要安排到佢哋同我講我哋難得
過去年啊，他講人加速，如果從國外歸來，我哋想來台灣啊，按叫冇來嘅，想去4年，唔能同我哋安排喺啲地方都好嘅，交通我哋即刻解決。嗰上個原來所有課程都推動，推動呢，原來都強查對到去寶東嘅民宿，多下來時，出去都睇嘅民宿，都我哋每啲民宿地邊有廚房可以自家料理自家煮，人都買一些東西自家變一條。往啲場景樣嘅，去到嘅，聽見人哋人自家想去哪了，唔想唔想北方去來嘅人都繼續睡木，都鬼黐人都話，人都最重要講家庭樣嘅，他講人窮下。像5年同佢天數規劃嘅一個行程，係今年自家去留了，5年嘅工作人員有睇見冇？我睇到，原來我同人講，我哋根本都人之間人。我哋聽見嘅時候想去哪，我需要有人來帶下來。幾時間5年才會過去？5年過去。其實最長，人家頭都講咩話？有4年嘅，有再長嘅冇？有再長嘅有啊，最長嘅有12年。12年？有12年。一個主題係做乜嘅生涯？沒有人同樣家族我哋出來了，出來了12年地步，睇到台灣。唔太，嗰套地方對人嚟講唔是去過，唔是去過，譬如講，人想去阿里山看日出，也都其中一點。聽嘢，有想去合歡山，就行一下山路，總批可能都行到一日都算一日。嗰時我哋都安排下12年地步都整個中台灣以北，亦都繞一大圈。頭先講嘅行橋。看橋、草橋，有3個主題不嚟聊，係咯，慢慢嚟來。係，一啲地方，我哋慢慢嚟聊。哇！喺我地方都講，它有啲行程地方還有包括了訪友，拜訪一啲台灣嘅地方嘅朋友，看一下老朋友啦，難得出來嘛，難得出來。嗰種旅行地方，佢起碼唔係講完全咁旅行哦，係包括講係去到呀，一條佢叫無看面嘅朋友，結果呢，我哋。出去嘅時12年，我記得結果最當形成那個中間嘅時間都24年。人變多嘅呢？人變多啊！你算親貼喺你啲行程哦。係，如果貼喺你變嚟講，出去嘅時12年，慢慢地聽見可能有2個人感染，甚至是幫你參加到中間嘅時候，講臨時有事嘅，貴起嘅，有團隊有揾朋友嚟參加。真是貴貼片呢。觀眾朋友，聽下邱大哥安尼分享，其實老人家嘅旅遊，一地步嘅行程真神奇呢。唔過還有更多貼片嘅故事，我哋休息一下，等一下過來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前面聽下邱大哥嘅分享，我哋講老人家嘅旅遊，哇，其實內容也一定係豐富呢。唔過也內容地步還有哪條特別嘅地方，也係冇講嘅故事呢？繼續來聽邱大哥來分享咯。邱大哥，前面有講到頭頭話有講12年佢哋出去撩嘛，嘅老人家，你佢哋出去撩12年行喺哪條地方啊？我頭先講到中台灣，屯嘅中埔南投，因為都親近。到合歡山，到花蓮，花蓮以後再上來，到宜蘭，宜蘭都再到北埔，甚至講到嘅平溪、十分，又去烏來，400米再回到台北，安尼12年。安尼談好咧，今年輕鬆已經可以環島嘅呢吼。伊都半環島，唔係講全環島唔過呢，每一個地方一站一站嘛。其實一點嘅時間夠，有人講我哋都慢慢嘅，比如講我哋去到嘅南投溪頭好嘅，嘅溪頭去到嘅整整都1年嘅時間，因為我哋鄉書嘛，早晨就傍晚空氣乾乾冇空用，日頭照射嘅時間冇空用，所以講有人慢慢嘅去地步，這個安尼行，一邊嚟講有時間。有的時候講旅行個慢活啊，這個也是另外一個主題。有時我哋推薦大一點的時候，咩推薦講故事。哎呀，來過冇？一多年前來過，我請問人10年前的時候，一地方有乜嘅變化冇？其實我哋也可以唔過一條地方變一點是主角，
我不能講。每天見人嘅國土講出來，講出來都冇重要，因為樣呀，因為以前10年前嘅國土同我哋呢行業嘅人冇天共樣。應該係講10年前有地方冇嘅哦，樣嘅，有路改變。我哋嘅談下，對我嚟講唔係吸收嘅人嘅經驗。我話你交流用啊，我見冇嘢，又可以聽講，有本人從事到，係。你其實頭都有講有分享嘛，見人家順晒，所以聊嘅時節，貼喺啲地方係講，有個人可能還可以請個老朋友，去請朋友。唔係講人有變多嘅，真是變多嘅時節對人嚟講，會唔會有個困擾嘅地方？人數有變多時，我哋一般嚟講，中間嘅時間咯，一出去以前都低嘅。個麻煩咧，講下講，當日可能講假日，假日嘅時可能我哋天嘅飯店或者民宿是獨好嘅，都講下講，喺啲地方唔拉敗，或者聽唔到，但係冇都改變，冇馬上好應付到有啲問題，會有啲問題。嗰像講一般嚟講，如果你變化，一般我哋會提早先定，先安排好。聽一點我哋也會注意到講，伊實在有乜嘅要求喎，譬如講，如果抽東西一般食飯。可能抽東西都唔方便，我哋會拜託傳堂啊，多煮嘅稀飯啊，嘅糜，去做個多煮一份。一對老人家我注意到，有時嘅老人家有食嘅習慣啊，有時我哋會帶乜嘅你冇？帶乾頭啊，乾頭，薑啊，搭邊豆腐啊，豆腐乳啊，唔意思嘛？有時嘅早晨做個案嚟。夾一些杯咧，因為而家即係青島嘅飯店嚇，賣油啦，賣油啦，不管係人哋傳統嘅啦，有一個西式嘅啦，或者食麵包啦嗰度，其實都有啊。有啲可能給人準備嘅中式，佢冇一種傳統嘅時節，人行去自己帶。自己會帶一些，用得多時都用得多，唔好講相似的時冇。個帶行去注意哦，帶傳統嘅米線嘅有種嘅人識到，有啲唔錯嘅，仲喺度計。有時人佢似咩嗬？人講，哎呀，我呢度也擺出來嗬，我一見以前我哋都即刻準備喎。你說也幾雞爪，我哋即刻滷嘅喎，嗰時看看咯。以前人新年嘅時節，原主嗬去買個餅嘅啦，藍搭嘅條。近間老年家嘅人，這個係原主，這個係準備這個是。嘅水果嘛，嗰度切片片度準備好嘛，你嗰出菜面前面啊。你其實頭都有講嘛，人會特別去注意像食嘅東西，同傳統會做個爛一些，係做個好臭一些咧。喺啲地方咯，喺啲地方人有特別愛去看嘛。有時候會看，我聽人講話，如果是人落肯人會教大講，我爸爸我媽媽而所以面床冇聽樣咯，冇聽樣咯。有時候會提早同人講，我會同飯店講，佢床鋪一樣我做長途樣。如果飯店佢前切，我會同人準備，可能多一啲貼嘅，貼硬嘅呢要多一啲軟墊。其實會準備，不過最重要講先幫我人哋需要嘅東西。聽講夾餅呢，夾餅可能落肯人。家陣講有需要家庭咧，如果飯店有連通房嘛，房間地方有連通啊。如果你房間咧，我哋會看看如果家陣講飯店，喺啲飯店如果你有需要，我哋都會提供。你有老人家本人印象佢沉嘅冇？有喎，比如講有的老人家路邊那講生人的性子樣，有點鬧小孩子脾氣，返老還童，他有點脾氣，比如講冇注意到伊嘛嘅，有時伊講嘅時，伊講半堂嘅時冇注意到，會看，佢會用乜嘅方式來吸引人家注意？有時候有咩都講，唔知個唔答挨係咪？係咩唔答？咩你講乜嘅事都當作唔知，如果你聽呢一方面當然會講媽嘅事情我冇注意到咯，會有點指責備。你講，比如講，人家有露台，結果幫個白人喺露台，問咩講係行唔定係切頭有問題嘛？咁嘛，即係我幫個行一行，有人問題都有時間我哋會將心比心嚟講，確實我哋冇注意到，冇注意到。有一方面，菜愛好，真係講有啲老人家，如果帶一點19、30隻好。去到建設個宜蘭羅東林業園區啊，多對啲老人家，也生人呢，也冇嘢帶到人，啲老人家咩90歲嘅你坐睇嘅，結果看到我哋呢咩睇緊人老人家咩，佢有稱樣啊，你聽到我哋經講法，唔過
香烟啊，他跟人糖唔食。不过呢，老人家都係，他跟人講糖唔食，唔係講糖唔食呢。學乜頭都做咩對人冇禮貌，嗰隻睇人都坐下嚟點點糖，結果原來見講見到，有冇人同我哋講嗬，他發現不用太在意，因為一啲嗬，10人地方有9人糖唔食，唔過你看到你個認真糖用係見講見歡喜。係啊，見難得要按到你糖嘅講法。嗰種講有句話講，老人家都虔誠，用誠。哦。係，10本面有冇嘢講？我嗰要揀出嚟講嗬。伊更加冇朋友啊，講伊爸伊媽媽冇朋友啊，做乜個呀？因為佢空批嘅出去咯，先走嘅。比如講也熟識嘅朋友見來見少，嗰種伊講話對象又見來見少。蔡我講，伊個街坊鄰居吼，一談唔識講乜嘅，嗰種講要揀一耽誤時間，講見講冇人回答你。亂。如難得拄好啦，更加吼，如老人家加有一個旅行嘅機會哦，順便認識新嘅朋友。新嘅朋友，一路嘅主題，因為我有時就講，純粹一條地方都交朋友嘅。係，其實佢有一條地方可能去過嘅，唔過佢同無相嘅朋友去，有無相嘅發現安尼。係，唔講我帶到有19年吼，我哋來到北埔嘅時節啦，我記得講出發嘅時節喺個飯店，我都也得嘅排嘢嘛，我準備上茶喲，提前因為我要對老人家佢簽名喎，冇用鹹咩，我用咩硬，我用咩耳聾嘅，他唔識，我用上茶喲，我用嘅牌要擺喺佢面前個，哦我啲，佢如果講唔係實體色，我要看唔到，佢安尼嘛，佢簽名都係交得嚟用，我上茶喲，佢條硬，結果呢人講，學一度點上茶時，都提嘅喲，結果一讀到啲，我印象一對夫妻啊。咩老人家都出嚟散步嘅，出嚟可能富缺啲人啊，看到我嘅企頓牌個，老母係講，你去哪呀？我講我根本要去哪喲，伊講，係哦，按年時我根本要報名嘅咩？我講唔係你啲團體哦，係哦，咱哋團體到哪來咯？我係更加可以參加嘛，現場報名啊，可能，嗰種人其實嗰度老人家佢閒嘅出來嘅時候，一面都有啲機會啊，難得安尼看到了，今日現場報名，最面下可以冇？冇當然冇可能，因為牽涉講天地安然，天嘢一定團體保護嘅，唔係講在他嘅嗰種隨時嚴厲他樣啊，佢做唔得。係，佢有一啲安全性嘅問題啦。安全性嘅問題，嗰種話有啲講，咁好有乜嘅天花流崩嚟，有乜嘅訊息，我哋同講，可以人嚟參加。也是安尼，也是幾好啊。係，如安尼，佢前面嗰種講行喺當中，可能佢讀到嗰度安尼，嗰度人去到那邊嗬，去到那樣，可能行喺，譬如講我哋客家人係咪？哎呦，睇那邊又唔熟悉嘅人講，你客家人哦，哪位啊？講係屏東呢，係咩閪呢？馬上嚟，就會認清，個前面啊，係啊，哇，觀眾朋友，你看，聽邱太哥嘅分享，係咩感覺？其實老人家出去了吼。有無咁樣嘅主題呢？咁樣可以搞到親神奇、親好搞哦。不過台灣還有哪條地方適合老人家嚟行場呢？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同大家來小結哦。人家講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人家除了生意呢以外，家庭地位最重要應該係老人家嘅哦。你看老人家去按到嘅地方了，不過今年最好去哪條地方了呢？有睇過，唔帶按到團嘅老人家，今年最好去哪條地方了，也係講有哪條主題係最適合老人家分享。其實講起來吼，你看季節，冬天嘅時節，嗰當然想去泡野溪溫泉。今年也做得去嗎？咩做得去？一定即係去潛地方，也第一碼嘅地方哦。睇那杯野溪溫泉呢？野溪溫泉，他可以體驗呀，難得一次這麼樣的，大概聊天也好。天氣呢，講更加季節性，講你看台灣係咪嗰度地方叫落羽松啊？風景佢講。嗰時我哋都野外呢都去哦，去到那樣，唔講一般嘅地方看得到嘅地方啊，唔會呢。去到那樣。苗栗山灣啊，嗰啲山區嘅地方嘅落羽松，你講同樣落羽松，做乜講龍潭一條地方平路按好行嘅地方可以看，做乜就會按樣去看啊？係冇相同啊！
这我人表示我還可以啊。哦，今年的意思係安尼，今年講其實從嘅後生嘅經驗啊，還可以做到安定嘅。我去到嘅，伊請我嚟講，我舉例時同佢講說，我去過三灣，我去到某個地方，看嘅內容一講一講，伊講起嚟佢叫我啊，佢風光。請我嚟講，唔看見太平山。係啊，太平山其實佢度安尼老人啊，老人其實佢喜歡去。用辦講。一方面呢。以北部嘅眼光嚟講，去到嘅人差唔多2點鐘都到嘅。哦，算全。算全嘅。去到山東天空氣好。喺我嚟講，伊都明到講係，做生意對我身體也幾好。咁講，唔明到講一度，唔可能天地好季節性，天熱，一定見到佢喜歡去原住民嘅部落，甚至講係客家族。去部落同去落地位哦，你用辦見到考起啊，種地方咯。去見地方，其實講起嚟講，想我了解人文啊，研究地位，其實慢慢嚟到老人家，佢希望嚟探索安尼有關於人文嘅歷史、人文嘅歷史。比如講我哋客家族群，桃園先祖苗栗，同屏東咧，六隊嘅，比如講六隊嘅貨房，人都佢喜歡。其實嗰度樣，嗰種主題地位和排嘅時間啦，嗰種更加也看得到嗰度訊息講來自不同的主題的流程。對人嚟講，如果度現在，我先買個，可能有一班呢，我來個學習的，可能下一班呢，我來個人文的，第三班我來個自然的、自然的。按你四季嚟講哈，春夏秋冬，那四季嚟講，老人家最好睇哪一個季節睇出去了啊？其實春天看櫻花，秋天都看楓葉，一春同秋一兩個最多。最多，因為冬天有時間老人家們都講太寒熱，太寒熱，其實也係會顧慮到。嗰種你會注意嘅地方都夠多嘅，我一定會注意到佢哋嘅身體嘅狀況安尼。比如講，我哋去之前啊，去到嘅新竹建設像司馬庫斯啊，也喺嗰個雅房都通鋪樣嘅，衛浴在外面嘅，人嘅都好天氣嗰啲冷啊，而那個浴堂啊，一間一間嘅浴堂啊，嗰時候唔係講幾好啦個浴堂呢，雖然嘅水清澈冇問題，結果呢，嗰種學生嘅宿舍樣嘅，特別學生嘅宿舍樣嘅嘛。上跟底下是鏤空的，鏤空看得到係通風。如果我哋風啊，都當風大下見彩啊，個手水一關咧，喺度嘅瞬間激動啊。有啲咩要注意到？咁講有時冬天我哋冬天唔係講唔可以，個冬天都講有地方要個注意到。一定會注意到溫差嘅差別。喺我嚟講，看見天氣冷嘅，嗰種講所有嘅地方有溫泉嘅飯店嘅嘛，成年當好。好喎，你曉得個，人頭都有講到季節嘅部分，有差唔多春天從秋天嘅人角度嘛。你旅行主題嚟講，有學習嘅，有人文嘅，有藝術嘅，一種旅行地方你嘅經驗，嗰度人好嘅係哪一種？自然嘅最好。自然嘅環境嘅最好。都好表鬆一下。都表鬆一下。自然嘅環境，啲地方空氣好。嚟到有時間，行了，看得到。糖嘅糖乜嘅啊？糖嘅料嘅生意，糖嘅乜嘅水料嘅生意。你看去到有地方有水嘅地方有冇？係拖地都坐地嘅。後生都冇天做喎。佢喺度年紀大有冇？常常有時間行嘅山路嘅時候嘛，面都有健康步道啊，係都拖起嚟都打死咗呢。真是愛都會掉安尼可以啊。衝崖都做唔到。都話呢，嗰種講。來到有頭先講過咩？家有一路，路有一步，這在人身上開讀故事嘅步案。講到按呢，如果喺年會聽到老人家出來了，一定係正常嘅嘛吼。你有個老人家，我堅持講佢自家出來了，唔好如果喺年疲頓嘅嘛。其實有發現台灣有種很多日都可以旅行啊，天遊啊，佢每日都有。個奇怪呢，人家就搖我踩半路40分鐘都慢呢。樣樣，他講以為互相啊，一般我上來我認識得慢嘢，慢嘢以後講我係再去哪，我停冇，停呢。馬上認識得都停呢。嗰種一條東西都味道一條退休人啊，實際嘢，
可能佢便宜。講到便宜地步後，又講同一度裝批老人家又講，其實有時注意下嘅咧，其實台灣嗰度地方國家公園，也算國家風景區，也算地方政府嘅，我看一下社會局啊、社會局有時係會辦一度老人家推一些活動啊，滿65歲以上嘅老人家，比如講有可能有講喺啲地方嘅限制，講你聽下台北市你聽下新北市也算睇嚟，也係我看一下，有時會推廣嘅旅行，對你來講也可以上一些。安尼叫他講有面對一件事情咧，就是以前我哋路卡有老人家嘛，今年最後係講講貓地杯有時節也係講今年沙期地杯會辦一些印尼咧嗰種旅行，談講又親便宜，老人家都親好談講印尼咧，又唔是去到親人嘅地方，假使講又親便宜，今年最好去參加安尼，唔過又有談講新聞地杯。有時節一種特便宜嘅行程有冇？我有外講就你哋經驗來講，按用咪去做一個分別，可以參加也係中了解一下第一點我一直講說危險危險都是在匆忙之中的危險，去夾嘅時間，馬個夾啊，第一點唔好趕時間，會變得夾，第二點山路地方唔好吹，唔好為到趕時間樣，但第一點要注意到嘅，第二要看。出來都快樂嘅，我有一同聽教員講，坐更加上車以後安全帶一定要先綁好。唔好講，哎呦，我萬嘢喺啲坐田咧，我喺前面行過去，行進之間啊，差啲行嘅時間是最危險嘅。嗰陣我同觀眾朋友也講上嚟查嘅後，我遵守佢哋規定。第二唔好腳，真是唔好腳。唔好腳唔好腳嘅前提都講準時，唔好遲到。因為準時時間地方安排地方一天足嘅，加上講唔係講呢度訂物嘅東西訂嚟叫嘅，時間都腳回來，安尼時間會變得腳。嗰時候第一步先看到按便宜嘅行程，先看一下其他嘅行程，喺唔係擺青島店，擺青島店可能有啲人講按便宜，有即係按到嘅地方，可能請家己，唔過冇想到講，米嘅店可能店嘅時間冇到，馬上就會趕上去趕下查，真是這個情危險。最後咧嗰度意外人哋講我同講我買個時間咧查票喎。你到店以前同我送到那地方查針我希望我趕唔到查又都變得趕，因為我要按你時間嘅時間，我本質價先要彈性，冇必到講腳按你時間，我咪到講買個人人耽誤到按你時間。安尼叫大個分享到也差咩啦然後最尾咧想去搶救叫大個，人哋旅行社按到旅行社，人哋用辦去寫咧個安全也係個得得人哋。負責嘅旅行社咧，應該嚟講咧，一下旅行社每年如果每間公司都經常去做好，做好人用嘅萬人，加上講所用即個可能有認識嘅朋友，參加嚟講，啲嘅旅行社係咪合法嘅？有嘅執照嘅，我用嘅茶係咪營業嘅？有執照嘅，司機呢有諗查司機呢本身數據機嘅。所謂嘅數據機其實好簡單，比如講我同觀眾朋友講一下聽到頭前同我點一下我了解講太差呀，唔係講點唔點，唔係講伊安全冇，而係合法冇。第二唔同接差呀，就業務服務人員本身能看呢會有負責任冇，係都你的眼睛可以看得到。太差我嚟講，伊判過某個法通，有累積一多年嘅經驗嘅。這個也都是一個數據，可以參考到的。最後不如先適合嘅、先喜歡嘅行程。就我哋前面有講到按到嘅行程地方，可能我哪啲主題嘅。有時就講駕駛係唔係到對你講駕駛係唔係變成一個重嘅負擔？佢就有駕駛地方、包括地方係唔係講係唔使使出乜嘅錢嘅？人都講係咪亂嘅？最重要講，我預算要符合。伊聽最後係講，有認識嘅人可以批准嚟出來，不論係朋友也係路卡嘅人，可以互相嚟照顧一下嘛。真是真感謝邱大公，繼續按到呢個行程啦，內容嘅地方，真是人哋老人家喺路卡照顧已經冇簡單咧，佢唔是講人哋行去帶注意呢，係咪啊？係啊！哇，觀眾朋友，談到按嘅根本呢，係唔係感覺
其實我哋帶老人家出去了唔會麻煩啊，注意咧小地方哦，同我哋旅行社配合得好，其實啊可以大家出去了到親好也認識親多嘅好朋友呢。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喬大哥帶來安精彩故事吼，同人專業嘅知識咯，感謝主持人啊，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啊，各位朋友來分享啊，希望呢大家人旅行是個快樂嘅事情。出來嘅時間嘅壓力唔重要，重要講我到向我身體改好。真是，為顧到身體健康，無論係老人家也係我哋後生人，共用先同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永慶先生又來哦。今日先生愛教大家係等下運動，等下請準備像安尼等下有預備嘅，因為等下愛來推做安尼嘅把杆，冇有路內嘅，冇有遊來遊去嘅，像穩可以穩，等下天來風嘅等下。能準備好嘅嗎？準備好嘅，請放起來，來同先生來做運動哦。等下同嘅燈呢，轉呢另外一片，因為等下安尼呢動作仲會用到安尼呢椅背哦。好，安尼來做一個暖身。好，一隻手可以板輪。好，來做暖身，來鼓臀層。鼓下來，好，挺胸來，好，你剛剛唔會換，像兩隻手嘛可以哦，好，深蹲，鼓下來，挺胸來，腳趾頭挺胸來，好，鼓下來，安尼個骨唔會彎到哦。嘛可以當做一個把杆，挺胸來，記得咯，我腰骨要伸出來哦。好，板輪嘅等呢，做一個腳輪流挺。做交替，1、2、3、4、5、6、7、8、9、10。好，第二步行幾步來做壓背，你手可以用你的椅背，好，看你先，你背有沒有伸直？可以變安尼哦，不能變小山丘，請你伸直拉長，從一個足咁用誒，做一個全身，好，慢慢地行過來，第二步後彎。過來，再做一個前彎，壓背動作，再過來，在前面行，然後後彎。同你做數把你椅背，檢查看先會遊來遊去麼？如果會遊來遊去，要記得玩一個椅凳呢，好冇凳呢唔怕，嘛可以板輪做嘅哦。好，來數邊個葉位，腳趾頭挺起吸起來，打口來，數過來，關片。
慢慢的做，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可以训练你的下半身。记得咯，你的肚子要舒放落哦。好，更加来旁踢腿，好，一样数把那个椅背，好，来先从你的旁边的左右手片，好，踢出去，好，伸出，把呢再伸出，3、4、5、6、7、8、9、10。好，更加的来半片了哦。同样，好，来旁踢腿1、2，可以人可以牙膏3、4，加油哦！6、7、8、9，最迷的哦！10。好，2只手板轮来做舞者姿，后脚下来，脚上去。好，能可以后背一些些。好，起好哦，重新来撒野你的左脚。好，慢慢的低后背，放空来，做停留。唔可以呢，定都可以。好，可以耶，你的柔软度够好，你可以再下去一点哦，加油哦！慢慢的过来，来弯片，后脚，来弯另外一只脚。可以再往上面伸展，胸口再下去一些。好，过来，来弯片再摆，后脚，低后背踢，做一个延展。好，慢慢的下来，弯脚，好，过来，做一个压背，做一个缓和，偷做动作，用到腰位，更加同个腰位放平顺。再后推，
数搭车咯。慢慢的过来，好，慢慢的多压片，好，侧踢，来呼吸摆哦，起胸来，打开来，好，数过来，弯片，肚子要数哦。好，更加低个壁踢出去，伸出，踢出去，伸出，中下，吸，来弯片，一、二、三、四、好，来做一个压背，再过来，往后伸展，后弯，再过来，再一摆。往后伸展，慢慢的过来。今日動作唔學會冇？學會嗬，記得每日都要同先生來做運動哦。運動可以保護健康，夠自信，好好運動，俺哋下次能來了。